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感谢上帝，常常伫基督得胜来做头，带阮也永远伫逐所在显明迄个对捌基督者有的气味。所以，恁着反悔来活转头，互恁的罪会得撤销。互安乐的日期会对主的面前来。咱要学了感谢咱的主，伫过去1年久，虽然面对做遮的咱生活的困境COVID-19即个肺炎病菌的一个威胁，总是主有保守台湾咱献上咱的感谢。伫过去咱安怎伫生活中间来经历咱的上帝伊的恩典。咱嘛恳求上帝来怜悯赦免咱一切的过失亏欠，咱开声来祈祷，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阮的王，你是阮的主，阮的花哥，阮伫患难中及时的帮助。主，阮奉你名做伙伫遮学落来敬拜，感谢你过去的引带带领甲赐福，互阮伫欠缺中间得到你的供应，互阮伫马路是你带阮倒转来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愿主你是阮所，阮会当伫你救恩的内面有份，也通遮做你释放去，互万百姓的一个是阮的管道。愿主听阮的祈祷，赐阮这些敬拜。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有落你伫过去的年日，虽然阮面对生活做遮威胁甲困境。总是你有愿用你主爱的手来引带阮行入主你恩典的道路，愿主你来帮助阮会通时时警醒，愿主你的保护来清气，撤销阮一切过失，阮会通好胆无惊吓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为着要得到主你的怜悯，得到你的恩典，得到你丰丰富富的供应，愿同心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求圣名，阿门。感谢请坐。咱来要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耶和华，我的未来啊，我听你；耶和华是我的山岩，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上帝，我的石盘，我要我靠伊。伊是我的盾牌，是我救我的角，是我的原来。我要求叫应该学落的耶和华，我就得到救，脱离我的对敌。只有上帝通救咱脱离一切对敌。咱有内忧外患，外患就是中国不时飞机，也是讲言语的威胁恐吓，互咱百姓减在常常会面对这威胁所带来惊吓，还佫也看袂到看不见的。而且个细菌一直咧威胁所以咱恳求上帝来怜悯，怜悯台湾，无论是来自还是做遮个议题咱恳求上帝互调野拢会通同心一意，会通伫遮然后当心国家着袂乱国家会进步咱才会通安居乐业伫遮来徛起。我邀请咱大家做伙为着咱的执政长官也是在野佫有为着对方来祈祷上帝来改变的心，互毋是逐工一工到拢要想要威胁咱攻击咱只有上帝通扭转遮个历史，也是遮个处事，咱开声来祈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阮感谢你，你是台湾的主，你是台湾保护者，你是阮。
所。主啊，阮奉你名伫遮恳求你来帮助台湾执政长官，知影敬畏你，你官兵是对你来。愿主你来想赐福，帮助阮会当伫遮建立伫你的保护看顾，然后阮会当伫阮的生活中间，阮的百姓知影你是主，你是救主啊！是遮的人手所做，愿主你来赐阮所，互阮会当伫遮过着平安安居乐业的日子，愿主来所。希望阮的上帝，阮感谢咯，你是台湾的主，主啊，你是手术关键的主。人我靠车，我靠马，只有我靠万军的耶和华，才会通伫遮来得到保护。你是阮的山岩，阮的山脊，你是阮的避难所。主啊，保护看顾阮，免除遮个对敌的威胁，看袂到的遮个细菌的威胁。愿主你来施恩赐福阮。互阮会通伫敬畏中间来敬虔过日，会通平安来过日。愿主所阮的执政长官知影敬畏你，得到智慧，才会通伫遮来执政长官，互百姓得到福气。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第三，咱要为着咱的需要、心身的需要，咱用主话先来宣告讲：我的心情啊，你着好乐了我。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拢总的病，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免流。咱为着即几方面心身灵的健康、婚姻感情、产业，你要得到上帝的供应祝福，事业、工作，你要亨通吗？这位手术会财之财，上帝要甲你三角同在。你需要智慧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关？敬畏耶和华上帝是智慧的根本吼，是迄个根吼。咱甲人中间，耶稣来就是带互人甲上帝、人甲人的和睦和好。所以咱伫即几项，如果你有需要，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原地站立起来，你会当站起来。有同工会为了你伫遮来祝福来祈祷。如果你即时有需要，你会通站起来，咱做伙来祈祷，也是即个你若病痛，手欢咧，伫你病痛所在，求主医治的权能充满，甲你三角同在，开声来祈祷，以及开口同声来祷告。啊！你主阮互你的名三，尊敬俄罗敬拜。主啊，你是掌管天地万行的上帝。主啊，你也守住互人的心神，会通伫遮得到医治的主。主啊，你兄弟姊妹来到你手的保证前，恳求你医治权能充满，无论是因坐咧、徛咧，主你的手所有啊，甲伊三同在，拄起遮的做的遮的病痛、遮的烦恼、遮的困苦，愿主你来说，伫欠过中间，你来赐福因、保护因，伫因感觉软弱时，手术因跪咱残因，互因会通伫遮来经历你恩典满满。因为阮的上帝，阮感谢俄罗你，我们奉主你的名来宣告：你掌管天地万行有，你掌管所有的资源，你也手赐互敬畏你的人有够野的资源，得成够存。愿主你来帮咱收引，互你所听的这个囝儿、查某囝，因伫这个世代的变化，人价值观的扭曲的中间，伊愿知影通伫遮来找求你。伫阮欠过时，你来供应阮；伫阮病痛时，你来医治阮；伫阮行失错迷路时，你来引带阮倒转。愿主你是阮所，互阮无论是心身灵，阮伫阮手所做，拢会通得到主你的恩典、祝福、医治甲供应到遐倒存。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伫遮来为着主迄个守望祈祷，咱做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了我讲，我知我对你所存的意思是守住平安的意思，毋是讲在的，要互恁花景有五万。迄时恁要求我，要去祈祷我，我要听恁要找我来拄着。因为恁要全心找我，所以主的话讲，求就得到，拍门就甲你开。咱为着今仔日所有的后世，无论是伫教会，也是下晡伫星光影城、青浦的星光影城的遮个
活动报佳音等等吼，来恳求上帝来帮助。下晡有即个儿童牧区，咱会去星光影城吼。即回有几个单位做联合吼，而且咱的即由于圣诞树即数学从即透过即活动或者亲子来当做伙伫遮来有机会来到伫教会吼。咱为着年底所有的即活动，特别今仔日咱的圣歌队要带咱做伙来学乐敬拜咱的上帝，咱为伫遮来祝福，为着咱的第八区区长、小组长为着因伫遮来祈祷，透过小组的牧友、小组的彼此关怀，互咱的信心得到坚固甲建立。这是我要邀请咱做伙徛起来。咱做伙伫遮来学乐，伫遮来感谢，伫遮来恳求，伫遮为着这个礼拜来守望来祈祷，来开声来祈祷。感谢恩典，满满主，主啊，愿做伙伫做你所降生的日子来纪念，来学乐你，包括圣歌队带阮来学乐来敬拜，恳求你来施恩赐福，我会通伫你的面前互你来学乐。会通伫遮来敬拜，透过阮对你话来领受你上天的恩惠，愿主赐福。主啊，伫即个普天同庆，总是阮知影全世界拄着遮疫情，有真侪教会无法度伫礼拜堂来敬拜你。你互阮台湾真正是恩典，阮会通做伙伫遮实体的礼拜，伫遮来敬拜你，用诗歌学乐你，愿主。对阮所唱的学乐的诗歌得到主你的感纳，也互阮会通所做福音的活动，无论是儿童牧区，也是阮过来24号、25号、26号、27号阮拢会通透过这活动，透过这管道，将主你降生救赎世间人的福音来传播出去。愿主所听阮的祈祷，阮内面当心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当心来祈祷讲。愿伫天日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你行，伫花里亲像伫天。阮的日子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要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进去，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伊国、愿言、荣光，拢是主代代无尽。阿免。对肉体生的是肉体。对神生的是神，这是要来点第四支的蜡烛，就是天使的烛。第七，天使咧宣扬主耶稣基督成做世间所带来和平的信息。基督是和平人君，互咱甲上帝、甲世间人恢复和睦的关系。所以，这个蜡烛所带来这个主日的意义，就是启示上帝的仁爱伫咱的中间。也点到中迄个蜡烛就是基督之烛，提醒咱基督耶稣是圣诞的中心，毋是圣诞老公公。中的白色蜡烛代表基督伫世上是光，要照光伫即个黑暗。咱做伙伫遮来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基督甲咱三甲同在，赏赐咱有五望、有仁爱、有喜乐、甲和睦。伊完成有言救主已经降生。哈利路亚！咱要搁一届来咱的主来唱新歌，咱要用咱全新的气力，咱要来倚靠伊，咱要来学乐伊，咱要来敬拜伊。来向咱的主唱新歌，全地拢来学伊唱歌。来向咱的主唱新歌，全地拢来学伊唱歌。来向咱的主唱新歌。
拢来恩义曙光，咱的主就星光，咱的拢来恩义曙光，我请该来，咱的主就星光，咱的拢来恩义曙光，咱的主就星光，咱的拢来恩义曙光，伊本最大，就是基督咯。伊最大，就是基督咯；伊本最大，就是基督咯；伊最大，就是基督咯。请兄弟来唱。主是星光，全地拢来恩义曙光。咱的主是星光，全地拢来恩义曙光。都对头来。主是星光，全地拢来恩义曙光。咱的主是星光，全地拢来恩义曙光。听你的声音当作较大。伊本最大，就是基督咯；伊最大，就是基督咯；伊本最大，就是基督咯；伊最大，就是基督咯。伊是大管理的上帝，伊是好市民看见的。主上帝，你有大管理，你创造天地甲万物。主上帝，你有大管理，你让市民看见摆头的行路。你无我家的主，你无我家的主，哦，赞美的上帝。上帝，你有大管理，你创造天地甲万物。主上帝，你有大管理，你让市民看见摆头的行路。你无我家的主，你无我家的主，哦，赞美的上帝，你无我家的主。
咱要来到上帝面前，咱要来感谢伊，因为伊是咱生命的救主，是咱一生的挽告。主，我感谢你，你有慈悲甲信实，我一生立志，你甲我伫地，你为我准备，好生稳定怜悯，主，我要感谢你。主，我感谢你，你有慈悲甲信实，我一生立志，你甲我伫地，你为我准备，好生稳定怜悯，主，我要感谢你。感谢耶稣，感谢主，你的疼痛充满我，无边的稳定，我拢无煞，永远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主，你的疼充满我，无边的稳定，我拢无煞，永远。感谢耶稣，感谢主，你的疼充满我，无边的稳定，我拢无煞，永远。无比的稳定。无边的稳定，我拢无煞，永远。无慈悲怜悯稳定的上帝，阮俄罗感谢你。2000多年前，你看见人我都用家己的方法得到幸福的人生、永远的未来。主耶稣基督降生伫伯利恒，成做全人类的救主。总是有侪人也无法度体会即款奇妙的作为，也无法度相信主你是全人类的救主。总是伫主上帝你无恶正的事，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互阮会通透过祈祷、读圣经、生命的见证，会通引带人伫遮来认捌主你的救恩。透过历史，透过生活的经历，互阮看见你伫即个世界的宇宙来掌管。因为伫你无恶正的事，你讲有就有，你命立就会通建立。愿主赐阮透过今仔的学老敬拜，透过圣活队带阮的学老，会通看见主你的救恩，互阮的生活会通不时感受到主你主爱的同在。阮透过礼拜你的话来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开启阮的心窍，明白阮需要你伫阮的生命中间来掌管做主。愿主你听阮的祈祷，恳求靠耶稣叫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诗，圣诗第55首，圣诗第55首，就听天使地平讲，请起立吟全首。就听天使地平讲，为人歌的信息。
亲爱的主上帝，伫这圣诞节要到的时，阮要向你献上感恩。伫2000多年前，你为着世间人赐落生命的礼物，就是主耶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用疼带来救赎。当世间人伫罪恶中无盼望的时，通过主耶稣的降生，互阮通甲主结连，互阮的性命得到盼望甲平安、信心甲勇气。互阮也认捌主有大权能，伊讲出就有，命令就徛在，互无可能变做可能，伫伊无有恶正的事。伫圣诞节期内面，阮要搁较济来思想这疼甲稳定，搁较济甲主来相结连，顺服伫你。无论伫教会、伫厝呢、伫工作的场所，拢会当彼此切切相疼，彼此服侍，会当成做美好的见证。阮也要为本主日儿童牧区伫新港影城办的意游圣诞树的福音活动，求主掌权赐福，一切备办拢顺利，也透过这活动，互人认捌主的救恩。阮也为着各部长，当伫计划明年的事工中，求主引带使者的同工有属天的眼光、属天的智慧，看见上帝的心意，领受上帝的意象，所做拢通用神益人。阮为着第8区区长田厝瑜以及小组长谢秀凤祈祷，求主加添气力，互因满满有主的疼心甲温柔来关怀牧养组员。求圣神感动，搁较济组员愿意接受造就装备来服侍，互小组通培种，引带人到伫主面前同受祝福。即时，阮透过敬拜甲学乐来迎接圣诞，领受主的疼。阮也要将家己准备好来迎接主耶稣降生伫阮的生命内底，互阮的生命也通成做正人的祝福甲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咱做伙来体验文56篇，体验文56篇。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都是上帝。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物。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伫伊内面有活命，这个活命是因为的光。即个光伫黑暗中得照。黑暗毋捌赢过光。伊伫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遐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顺因有缘成做上帝的囝儿。因毋是对血统，是对族裔。嘛毋是对查某人的意念，是对上帝心的。道成做人，踮伫咱的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伊的互伊的囝才有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恩上感恩赐福互咱大家。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恩典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上帝。因为生活中互伊的囝，愿意显示出来。就是咱请圣歌
团队来学乐。伫遮有两项代志要请咱的兄弟做伙来注意甲配合。第一，请咱将咱身边的手机的声音甲调整到震动，也是咱直接甲它关机，以免影响到咱圣歌队的赞美乐乐。第二项事就是圣歌队所要吟的歌词记载伫周报的第8页到11页，请咱家己来看。咱即时就用恭敬、感恩、欢喜、乐乐来迎接主降生。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做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爸，和平的人君。Unto us
地方有固样的住伫山里，棉是手机顾因的幽魂，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主的阳光微雷照因，固样的大惊。天使甲因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必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就是主基督。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捆伫槽里的，即、个就是互恁做记号。忽然有齐齐天兵甲迄个天使三角伫地，学到上。
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报咱知的，就紧紧去，找着玛利亚甲约瑟，搁看见婴仔困伫槽里，看了就将天使所对因讲即个婴仔的事，互人知。听见的人拢奇怪各样的所对因讲的事，独独玛利亚将这个话记条条，心内常常在想，各样的倒去，为着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就是天使所对因讲的，来为阳光阿罗上帝。万国啊，恁着学到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恁着学到耶和华。
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到14节。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到14节。当迄时，该撒阿古士督有出诏，命令天下拢做加价。这头一摆的加价是古里柳做叙利亚总督的时来做的。众人去做加价，逐人倒去本城。约瑟的细汉属伫大鼻的家，所以对家己的拿撒勒城上去犹太，到大鼻的城，名叫伯利恒的，要甲伊所骗定的玛利亚相甲做加价。迄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因伫遐的时生产的期到，就生头上囝，用布包伊，互伊困伫槽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用稳因。迄地方有雇羊的住伫山里，迄暝时酒坑顾因的羊群，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主的阳光微微照因。雇羊的大惊，天使甲因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鼻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就是主基督。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槽里的，即个就是互恁做记号。忽然有侪天兵甲迄个天使相甲伫地，学老上帝讲：伫极悬的位，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以上，即是请由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心愿得成。请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你来就是要互阮会通伫困境的中间得到盼望，也互阮伫毋知要安怎面对头前的路线，你为阮开一条佫新佫歪的路。求你的圣神来开阮的心窍，阮明白主你的真理，真理互阮得到自由。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圣诞恭喜！甲你的边仔祝一个圣诞恭喜，上帝赐福予你。我毋知咱有过，你有一寡遮心愿心愿吼，足想要达成的。透过祈祷，有互你会通伫遮得到上帝应允无？有诶，举手一下。有啦吼，有啊。我相信，当咱伫即个祈祷诶内底吼，讲心思啥，知讲互天父上帝知，然后喏，靠耶稣诶名，阿免。阿免是啥意思？诚心所愿就是你诶心愿会通得到成就。对过去咱几礼拜中间，咱看见上帝安怎透过天使，然后甲遮个撒加利亚、伊丽莎白、玛利亚、约瑟，对因伫遮来传达对顶头来的即款的信息，帮助因会通面对检出即个无啥物可能，无生囝安怎真拼的，在媳妇要生囝无可能的代志。但是，这位互万事诚做有可能的上帝，竟然伫人的中间来创造一个新的历史，互咱会通伫遮今仔日踮伫这个所在领受即个救恩。看见陈医师对大陆倒转来伊过去嘛是伫大陆伫遐，有即个服务伫医界中间当时咱知影面对咱生活一寡遮困境的时阵，咱需要用信心去看待即个未来。今仔咱看见即个户口普查，户口普查伊背后有一寡遮个动机。伫咱台湾11月，我毋知咱有接到，咱中间有人接到即个户口普查、户口普查的通知无有无？11月，今年11月有无？咱9月拢无。有啦阮牧师嘛去互抽着。
哦，这只有我后来了解，我本来掠做讲是全台湾全国哦有即个户口普查，哦，我认为安尼，所以你会通上网络去写你一寡遮个资料，哦，可能我无写即个市公所派专员来吼，找我找几遍找无吼，最后有找着吼，来到会问一寡遮个问题啦吼。户口普查会15%尔，这是以公务吼，你有可能伫一寡遮公务上吼，你敢有啥物公务上？无奇怪，哪有抽着安尼吼？透过这个户口普查，其实就是要拟定国家发展的政策，伊写是写安尼啦。讲是背后的一寡遮个动机，咱毋知，可能是讲你以后走袂去，你爱缴税安尼吼。所以咱念伊透过奥古斯都，伊做加就是讲户口普查即款的过程，到底有啥物款的动机啦吼？玛利亚要生囝怀孕的过程中间，拄好因接到即个户口普查的命令，所以因就爱倒转去到伫因家己的故乡。咱知影讲约瑟的故乡伫啥物所在无？伯利恒伯利恒这旧年前年牧师带一寡遮兄弟姊妹去伯利恒嘛有去伫迄个即摆叫做主诞生教堂主诞生的礼拜堂，伫迄个所在，就是伫伯利恒的所在咱透过当时，伊无客栈通好住，所以只有剩马条。耶稣的婴仔床就是啥？他的婴儿床是什么？马座马条是大，马座就是迄个马食饲料的迄个座所以伫遮咱有看会讲，咱若要知影讲，咱有一个新的生命要诞生，咱一定将真水的即个房间甲装搭好势，然后买迄个较贵的婴儿床，迄个婴仔床对无？佫想讲未来可能伊爱愈来愈大，就爱买婴仔车所以婴儿车佫有多功能的安尼佫有避震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一般人会为着要出世的一个新的性命，伫遮来准备伊未来所要用的。总是咱看讲，当咧即个户口普查的时，可能真侪人因爱倒转去到伫因的故乡、因的户籍地伫遐来做加就是讲即个户口普查。所以伫遮咱看讲，当迄时背后的动机是啥物，咱念伊咱会通做伙伫遮来看因为透过即段的信息要帮助咱户口普查本来人的意思要伫遮来做一寡遮个对伊有利的动机。总是上帝安怎透过户口普查伫遮来翻转即款的救恩的次序。第一，咱若要看透过咱的圣诞节，咱的报佳音，总是免倒转去到伫人类头一遍，即第一批报佳音的人，因安怎伫遮来领受对天顶来，从天上来的即个福音即个好消息，免透过你我传到伫今仔日，咱看去全世界。啥物人是救主？咱看去该撒是救主吗？该撒伊用伊家方法要伫遮来表达，伊是迄个时代的救主。所以伫遮透过户口普查的动机有2个目的，头一个就是要伫遮来抽人头税。有遮户口普查，知讲有偌济遮人查甫人爱扣偌济税，所以头一个第一个就是数点百姓征收税款，这是头一个目的，就是讲要扣税。所以我毋知影讲，咱政府咧办即个户口普查背后是毋是有扣税安尼表示伊走袂去。最近我的第二囝接到即个订单要伫遮伊大学4年差不多然后爱去身体检查，身体检查了，等毕业就安怎？除非你有搁继续读册，无就爱去做兵。即摆做偌久？4个月，我讲即摆好亲像夏令营安尼所以伫遮咱看头一个，第二个就是安怎？要征兵啦，就是讲要叫遮个人去做兵，所以户口普查有2个目的。伫
伫奥古斯都伊即出教就将伊有即个命令来做家教台语咱拢做家教一般人听无就讲报名上册迄个户口普查安尼，逐个听有大概伫迄个时代，差不多14年有一遍。拄仔迄个总督古里纽，伊拄仔伊伫伊两边做即个，伊做巡抚时拄仔有拄着两遍的即个户口普查伫经文内底讲，伊头一遍拄着即个户口普查，所以有诶历史学家咧推算讲，伊所谓降生应该是主前诶4年还是5年左右啦即个拄仔好伫遮，咱看圣经诶记载，就是耶稣出世时拄着即个户口普查因素，然后我才透过即个制度会当管理我诶人民、我诶百姓，每一个人拢袂走闪，所以有啥有经费来，佫有啥要伫遮来做兵诶，遮个人伊拢会通伫遮来掌握。总是伫即个《使徒行传》的5章35到39节内底，咱有看到即个加玛列即个人，伊伫遮咧讲伊讲，伫迄个时代，因为户口普查，因为你要伫遮来统治、来控制，总是引起当时遮个被一民子民被一民的遮个百姓会动乱起来所以你若去看《使徒行传》，就伊虽然要伫遮来控制，总是伫迄个时代嘛有可能有可能对《使徒行传》5章就记载有引起遮个动乱，因为逐个不满嘛所以这是头一个是户口普查，伊所背后的意义，就讲宣誓主权，就是讲我是要做神啦。所以伫要做神的中间，就安怎有一寡遮个故事。所以咱知影讲，玛利亚伊是受圣神的安怎感动怀孕嘛？这是毋是对甲伊甲约瑟同房所怀孕的？所以其实伫迄个当时的文化背景，你若去了解遮个希腊的文化，遮个神人就讲即个人伊的老母是甲宙斯，即个宙斯，对嘛？甲对一个神伫遮所有的伫迄个怀胎所以出即个伟大的人物安尼所以奥古斯都伊嘛自称啥？伊是神圣的神人神人伊讲伊毋是因老爸甲因老母生，伊是因老母甲阿波罗即位神伫遮所连结所生的。所以伊伫遐表示讲，我是一个神人圣者，所以恁着安怎伫遮来崇拜我。所以用即款的方式。伫遮讲受神的感动来怀孕，就是奥古斯都。其他伊原来伊是罗马政府的头一任的皇帝第一任。如果你若读过历史即个奥古斯都可能你较无了解，总是你若读过乌大维有乌大维即个你就知影原来后来称做奥古斯都，就是讲英文的八月英文的八月安怎念August 所以伫遮甲号做有人讲8月皇帝安尼所以迄个 August 奥古斯都也是奥古斯都迄个名意思就是安尼来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伊家己称做是受神感动，是贞洁感孕就是讲亲像在色女玛利亚安尼共款。所以我相信讲，伊自称安尼用即款方式来自称讲有。造神的即款的一个制度，然后伊就爱叫全国做伊的雕像，然后送到伫逐个所在，恁就爱伫遮来拜，然后去遮神庙，恁就爱伫遮来拜。所以透过安尼，咱看讲人家己要称做神，所以我是一个好的皇帝，我伫即个主政的中间，我统治的中间真正太平安尼。总是你知影讲，即个太平的世代是爱借着吞踏犹太人也是吞踏遮个被殖民遮被殖民的遮个人民伫遐吞踏所建立起来。所以咱看讲伫加玛列伊咧描写的过程中为虾米有遮个动乱？就是因为伊要做神所以伫迄个中间，咱看后来，你若去看马太福音。
即个希律王大希律，伊嘛想要做王。到时是耶稣是君王，也是大希律，所以伫遐命令讲胎死2岁以下才会查甫生。所以你也讲一个政权要伫遐来建立，政权要被建立是安怎？付上代价，付上这代价。所以伊想要做救主做王。所以伫当时咱来看讲，伫迄个罗马时代，究竟遮个以色列民族的救主是该撒嘛？是奥古斯都嘛？所以当迄个时阵，咱有选择嘛？你要向啥物人伫遮来敬拜？所以伫即个皇帝的崇拜中间，你要对啥物人敬拜？你若无要拜皇帝，可能你是来献去西亚献，伫迄个所在所以咱有看伊有迄个竞技场对无？也有迄个你若无要信，你可能比掠，然后等伫迄个狮子甲伊对抗，看你赢还是伊赢。所以你若真正是拜该撒，可能你就免死，你就免受到即款的。所以当时基督徒嘛，爱面对着即款的选择的挑战。啥物人是真正会买条内底买做诚做伊的婴仔床的，只有耶稣。所以咱透过过去几礼拜，咱看伊讲，对迄个想讲无可能，无生囝安怎？真拼啦，无可能啦！伊哩撒伯竟老啊，撒加利亚讲我已经老啊，无可能，而且来生即个囡仔出来，总是上帝透过天使甲这伊丽莎白、撒加利亚讲有可能，然后真正透过上帝使者甲玛利亚讲，无你去找，你看，你的表姐伊丽莎白已经有6个月的成孕。伊真正伫遐去看，真正呢已经怀孕，所以伫迄个无可能中间，咱看见只有上帝无恶正的事，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过去咱伫伊遐想无可能，总是今仔日即个在色路处女怀孕有可能无？有可能，胚胎即个精子卵子该安怎移植进来所以上帝伊创造天地万物，对无变做有，所以伫伊安怎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今仔日咱伫遮咧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心愿得到成，你是爱经过几百年，伫迄个米迦先知米迦，伫迄个旧约时代，上帝就透过伊伫遐来安怎？讲有一个救主有一个救主要生，要生伫堆，要生伫堆，伯利恒。如果若照一般，耶稣后来大汉被称作啥物款的人？啥物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意思就是讲本来咱看约瑟甲玛利亚是住伫堆，拿撒勒。因为上帝伫遐咧做导演，无可能对无？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即个撒迦甲迄个米迦书5章第2节，咱做伙来读来。伯利恒以法他，你伫犹大遮个乡舍中做弥西，要有一个对你遐出来，伫以色列中间，甲我做掌权的，伊的君王对古早。对第一起头就，所以你也讲上帝伫即个历史的中间来逆转。奥古斯都即个皇帝本来伊是要透过户口普查，要来掌权，要来统治，要来做救主。对上帝好，你要安尼好，我嘛用啥？圣神的怀孕，因为当时的人拢安怎？若有安尼，哪会通伫遐来信啊？你若别大，迄款的想法总是上帝伫迄个历史中间安怎，甲做一个改变调整。所以迄个次序就改变。原本伊爱出世伫拿撒勒，若安尼甲原来预言着安怎无符合。所以上帝就透过好，你做加甲，你做这个户口普查，我就运用这个，然后咧耶稣迄个玛利亚拄啊去到伫即个。伯利恒的时阵拄啊要出世囡仔要出世啊，对吧？马太阮讲这拢是要应验
托先知所讲出来遮有言。所以上帝伫人的想要家己做大的处事的中间，上帝甲扭转，这是当时伫迄个伯利恒吼。咱看讲上帝也要即个翻转伫迄个关系，伊家己要用即个掌权做救主的作为的中间，要伫遮来改变。是奥古斯都伊用伊个武力权威伫遐要来互人信靠、信服，也是伫迄个卑微马槽的内底迄位用布包改变即个历史，改变人要用家己的关系来做大迄个作为。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天使透过伊的报佳音宣传有两个目的，有两个记号。头一个就是讲，即个是用布包吼，伫迄个野地中啊，为虾物选择遮个互人看无遐个逼真，甚至互遮个当时的宗教仪式所排除的遮个故意的人，遮个软弱的人、卑微的人。伫遮咧代表讲，即位耶稣来，即位真做人类的救主，就是好亲像一位牧者。伊是一位好的牧者，好牧者，好牧者要为羊舍命。好的牧者要为着你我伫遐来陪命，伊毋是高高在上，伊要甲咱三甲同在。所以拄着即款的异象的时阵，遮个各样的人，因嘛真高影。天兵天使咧唱遮个诗歌，好亲像拄仔咧唱鼓励啊，咧鼓励啊，鼓我啊，虽然有遮个曲目的迄个说明，但是大概咱听几句。我拄仔坐遐想讲，遮个各样的，检彩因嘛是唱今仔日吼，咱阁有解说对无？咱阁有曲目的解说，因无咧。迄个言语总是可能要透过安尼有一寡咱有翻译伊当时可能嘛翻译，所以伫遮讲啥将这荣耀，我想这拄仔咧唱的，将荣耀归互啥物人？上帝啊！然后将平安赏赐啥物人？地上伊所欢喜的人，真有意思哦。所以伫遮咱看用遮个各样的人，因竟然受竞选成做全世界头一队报佳音的人。伫当时迄个所在，逐个拢要倒转去户口簿查，所以无客栈，无位通住。最近咱因为疫情，我都出国做国旅国内旅游嘛做流行我要订，然后看真侪所在迄房间客满，所以咱看去当时因为因有即个做价格的问题，所以因所以上帝透过迄个翻转历史伫遮来应验即个先知所讲的。伫迄个马槽内底，圣婴儿家己住伫王宫的即个该撒奥古斯都，是两个强烈对比，好亲像船然后去伯利恒，甲走去希律堡，嘛是相对，到底是希律是王，也是耶稣基督是王？对象，然后一个是伫马槽，一个是伫迄个真奢华的王宫。天使讲，即个是真正的救主，否定奥古斯都讲，我就是迄位好的主，因为我在位时阵太平盛世，真和平，甲伊报一个好消息，就一个拯救者。然后一个记号用布包伊困伫马槽，迄个就是记号。天使甲因讲起即个记号了，人有看见遮个各样的人，因就赶紧去伫遐来找。亲像玛利亚听到天使的信息了，伊赶紧去查证了，真正的啦。所以讲，我心尊主最大。我甘愿互即个代志成就伫我的身上。今仔咱敢有坐伫遮？今仔咱敢有唱遮个诗歌？就是要学了即位至悬的主、至悬的上帝。然后透过咱的学了敬拜时，
天使讲，这位上帝，这位主来就线，这是超连接了，超越这个时间空间啊！你要看对天顶来迄款的异象，互因惊吓，毋捌看到。就亲像有人因家己伫生命中间的经历，迄个无可能的，诚侪有可能的。伫昨咱的团队伫倒位啊去星光影城，青埔的星光影城，日本的馆长吼，然后佫有即个Cozy Blue 即个和逸饭店即个经理阮伫遐做伙点灯。其实迄个按钮是假的，1、2、3记落，大家灯亮了，其实是有人咧控制。人的作为有人这是假的，总是有一点真的吼。有一点真的是，迄个负责的伫做伊甲我讲无事啊，我足烦恼的，迄个天气毋知要安怎，因为咱知影讲咱的天气，我会甲上帝拉一个祈祷。因为这掌权是在伫上帝，总是我讲了，我转来我嘛是爱祈祷，你知？我上帝为着要荣耀你的名，你知无？你知影伫要点灯的进前10分钟，还佫遐毛毛雨。但是开始当牧师咧祈祷，当伫遐开始咧介绍的时阵，虽然有乌云，总是咱有去倒回遮个。时代有落雨无？白川上有落雨无？迄个时阵你咧表演无雨，咧经历，迄个无可能的，咱无法度去掌握的，总是上帝却互即个代志会通成就。天使报佳音，伫过去检测，即个各样的人毋捌拄着，毋捌拄着即个经验，但是因为上帝拣选因，虽然人看因做卑微，互即个。即个仪式伫遐来排除，总是咱看伊。今日你若有迄款的心，上帝就使用你，拣选你，诚做是一个传播好消息的人。所以，这个样的人去了解，然后去调研这耶稣真正有呢。我有看到、拄着，所以当因将因家己所看、所经历，甲咱分享的时阵。哇！真侪人感觉误影，哪有可能即款的代志？但是当因亲目伫遮看见，领受对天而来，听到天使咧唱歌，听到对天而来即个好消息，应该去拄着经历，然后因搁去传。所以今仔日咱到报佳音，即摆有这千人圣诞老公公的报佳音。已经举行过最近，咱看见透过第一批的见证者，遮个各样的因伫遮来传播即个好消息。因为咱嘛是伫新港影城、伫教会、伫咱的国泰副都，也是伫咱的去桃园的荣总对无？伫遐报即个好消息，互人知，耶稣降生是为着你来。今仔日咱是诚少有福气啦，不管今仔日是来要听就参加赞美礼拜，听圣乐队唱的诗歌啊，也是今仔日上帝引带你，咱伫迄个单位的中间，有一位新主人带伊的囡仔伫遐来做手作，因为看到迄个迄只到底是猪啊，还是兔啊，还是啥？囡仔足爱足吸引的哦。所以大人囡仔因做伙伫遐做手作，然后即对母仔囝就讲吼，因住附近，今仔讲今仔要来，毋知有来无，我毋知。总是拄仔透有吗？感谢主吼。所以你也看咱个福音行动，有人去检测感觉走甲遐远，你知影咱个会友嘛有住青埔的，所以咱个教区是去到伫青埔啊。到伫观音，到伫逐所在，你知无？所以兄弟姊妹，开阔咱的眼界，开阔咱的心境。我信上帝要互你看见无共款的。你要成做一个传播福音的人吗？
甲你的边仔讲，你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你要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甲你的边仔讲，毋是敢若讲你要成为，你若无家己伫遐相信讲，这位救主耶稣真正呢，伫2000多年前出世。我拜五咧甲这德福这慧兰姐咧甲面谈，因为伊1月要洗礼来教会2年啊。对这福音，互伊了解，讲你毋捌看过神奇的预告，我嘛感觉足神奇的。所以等伊看了，哇！这我要转来甲我的孙仔分享真正神奇奇妙。耶稣为听降生嘛足奇妙，来到你我的中间，咱嘛今仔日到儿童牧区，过来24、25还佫有人员还佫有车，还佫有位。真侪遮个囡仔，真侪遮个青年，遮个家长，因做伙伫遮足欢喜的，做甲足欢喜的佫互因出迄个德福卡，抽起来鼓念互囡仔听，你知无？囡仔佫客起来安尼。虽然我看伊可能听较无啦，3、4岁2、3岁总是因嘛看足认真的，你知无但是即摆咱看，可能透过即个，伊抽着刀甲上帝的话伫遐对伊讲话，迄个保全伫遐，我讲你爱徛偌久，讲我爱徛12点钟，哇，安足辛苦来，互你抽一张刀符卡安尼勇敢好不要紧所以真趣味总是嘛。透过安尼，我相信上帝互咱行出教会，然后会通甲人群接触。愿上帝祝咱做伙起立，咱用首诗歌来回应上。所以信心来看见上帝奇妙作为，咱用首诗歌伫遮来回应。主上帝来，唱一话来。你创造地的甲万民，主上帝你有大权力。看见大家的名，地里无恶名，地里无恶名的主，地里无恶名的主，全的上帝，地里无恶名的主，地里无，地里绝对无，地里无恶名的主，主上帝。大权力，你创造地的甲万民，主上帝，你有大权力，你互千里万里百家会行路。做伙来宣告来，地里无恶名的主，地里无恶名的主，全能的上帝，地里无恶名的主。绝对无，地里无恶名的主，搁一遍来。地里无恶名的主，地里无恶名的主，全能的上帝，地里无恶名的主，地里无，地里绝对无，地里无恶名的主。地里无，地里绝对无，地里无恶名的主，地里无，地里检查有恶名、有困难的事，感受到无可能的。但是我看见这个圣经内面，这个所描写的人物，因安怎伫遮来经历？看见你是互无可能变做有可能的上帝，你是无恶正的事、无困难来影响你。感谢主，伫这普天同庆，学乐主耶稣降生的日子，阮伫遮来学乐，透过圣歌队带阮伫遮来学乐来敬拜。当时我有看见故事内底圣经的经文所描写的
遮各样的人，因听见天使在唱歌，荣耀归予这位至高的上帝，平安归予地上主上帝所欢喜啦。主愿拢是你所要拯救所欢喜，愿主你将你的平安赐福，要紧将你的救恩赏赐阮，用信心来领受。也互阮会当真做是一个传播福音的人。愿得时不得时，透过学乐唱歌，透过阮手所做遮个工，一张福音传单，互人会当知影你的疼，你的救恩。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着圣名。阿门。请坐。一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上帝，阮感谢阿罗尼，你互阮的生活会当丰丰富富，会当得到身心灵的健康与平安与喜乐。主啊，阮即时奉献阮的金钱是。请坐，即时请牧师来报告。报告台先，咱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来参加礼拜的行祭咱孝文姊妹、陈纯姐妹，咱伫倒位伫楼顶咱家欢迎单位祝福上帝请坐请坐请我们咱的同工甲这小礼物送给他们伫楼顶佫有两位全体做去互恁咱也来欢迎这咱拄唱歌咱翁若佩老师等下就跟咱来欢迎者咱管风琴的李永贤老师若佩老师的边这位丁先生请你起来，咱来欢迎来。他要受洗啦，什么第一次？参加过啦好，咱其他若无咱来看周报消息伫个腊节拄6点节的时阵，牧师有分享咱用欢喜的心来迎接救主耶稣的降生咱伫第4季的真理人物祈求真理的课程有即几，咱来颁发这结业的证书。来，咱有来无？来，竞争生了詹翠芬美英丽英、陈美秀、王玉。口罩稍等一下。
过来咱2425拄啊牧师伫讲道中已经有报告吼，抑佫有一寡位吼，你会当参加。伫后礼拜嘛有即个医疗的关怀，所以咱的时间也允准吼，咱甲何医师、尤医师吼，即个咨询的同工志工队第3队吼，咱做伙伫市楼骹，请恁甲即个私隐吼。伫遮来领即个口罩，也是讲遮咱的服侍人员。咱后买圣诞歌嘛是共款吼，了甲咱的礼拜堂吼，甲咱的教会规动，也有国迎接一个新的年。咱2020年超过今仔日就是用现金来奉当领银，伫遮名额只有50名，吼，咱拢先开放互咱的爱信有的讲座吼，为了这资产，咱有请这真好的老师来吼，所以报告，佫有一本老家，咱已经有咧卖这个思念神的名吼，这本是咱每年的这个祷告用书，咱的成人牧区有补助吼，这个每一人，所以你只有开150块吼，闯关的活动吼。请咱为着即个代志来祈祷，嘛会通前往伫遐来为因加油安尼吼。好，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因为今仔日伫大笔的城已经合理，即个就是互恁做记号。路加福音29到32，再讲一遍。因为今仔日伫大笔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新救者。就是主用，恁要欢喜一个会啊！请咱做伙来吟祝福诗歌，圣诗396首，当要散会求主赐福。吟诗说，请牧师宣导，请起立。心来祈祷，领受上帝赐福，同心祷，互恁会通伫地面上捆绑的伫天顶也会捆绑，伫地面上透放的伫天顶也会透放。愿天父上帝永无改变的慈爱充满恁，也使用恁成做伊听世间人的管道。主圣神，若无你的感动，无人会通称耶稣是主。求你的圣神来感动阮的心。愿你伫遮相信你是阮生命的救主，也愿你。